好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。真欢喜看到咱大家会当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咱三敬拜。咱对即几礼拜以来，咱嘛看到疫情渐渐受到控制。毋过，咱依按照政府的规定，踮伫大礼拜堂内底，咱敢若会当100个人，所以依然有真侪人踮伫网络顶面，踮伫线顶来甲咱三敬拜。所以现在这个时刻嘛是一个互咱搁一摆准备的时间。无论咱即马踮伫礼拜堂内面，还是踮伫网络头前，咱拢会当备办咱的心，嘛会当将咱踮伫线顶直播的连结来分享到伫咱兄弟姊妹的中间，也是踮伫咱的群组内面，咱会当通过这短短的时间，咱做一寡分享的动作。踮伫礼拜堂中间的兄弟姊妹，咱嘛会当搁一摆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所以伫礼拜开始进前，牧师嘛邀请咱搁一摆，咱为着咱家己，嘛为着整个疫情，也为着今早起的礼拜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感谢你固守阮逐人，互阮踮伫你内面，阮通享受平安。今早起，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无论透过实体踮伫大礼拜堂内面，也是通过网络，阮伫线顶同齐敬拜。愿主你的神拢运行踮伫阮逐人，也踮伫每一个所在。主，阮为着今早起一切敬拜甲服侍献上祈祷，也为着整个台湾踮伫疫情的控制，阮也献上祈祷。特别伫即几天是中秋的连假，有侪台湾的人民踮伫遮，有侪家庭出门，虽然看起来也伫疫情的威胁中间，总是愿主你犹原赏赐阮逐人，互阮通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愿主你的神踮伫阮中间，祝福阮，互阮对礼拜中间，无论踮伫什么所在，阮拢会当来敬拜学到你。愿主你安静阮的心，陪伴阮，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开始今早起的礼拜，也请咱陪伴心，也请咱会当继续分享咱的连结。
你着将阳光开力归互耶和华，归互耶和华，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的阳光归互伊，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。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坐地做王，耶和华坐地做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要赏赐快乐，予伊的百姓；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03首，主我要学落你。请咱吟全首，请起立。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路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，他坐伫真灵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肉会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做伙用圣经来启应，伫诗篇16篇，就是启应文的第6篇，这是金诗啦吼。咱咧抄个内底金诗吼。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，地对白了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无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山野，我的福杯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
我要称赞教是我的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，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，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。咱做伙来祈祷，真阿爸爸上帝，你是阮道险的所在，甲开力，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然变迁，山虽然游动到海中，其中的水虽然花好野影，山虽然因为海重摇出，阮也无惊。伫武汉肺炎造成全世界甲咱台湾社会经济国家拢有重大变化，求主保守阮的心，坚固阮。互阮重新得到开力，身体欠满有病痛，求医治宽容的主耶稣来医治；心灵软弱、信仰无够坚定的，求上帝来扶持。伫学业、工作、经济有困难的人，求主照你的旨意赐福因造愿。阮诚心是伫上帝祈祷，拢上主耶稣基督性命恳求，阿免。咱做伙来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旧约诗篇第1篇第1节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污犯人的位，即落人有福气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，每日三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也袂焦去。伊所做一尽行通。歹人毋是安尼，是亲像粗糠，互风吹散。所以伫审判，歹人徛袂牢，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，若是歹人的路会袂无。以上，下面咱敬请老牧师要给咱的信息是：知晓开展幸福的路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你顾守阮、帮助阮，互阮踮伫面对世界变化的时，有缘超找到上帝你赏赐的应允。愿主你正做阮的气力，也正做阮的帮助，互阮逐日愿通领受祝福，逐日较高来跟对你。当在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看到咱大家知影讲今仔日踮伫礼拜堂内面，已经有几啊位兄弟姊妹是对疫情来头一摆来做礼拜。咱足歹去想象，咱竟然有遮尔长的时间无法度做伙来敬拜。其实这几个月以来，看起来，逐个人拢互人关咧，但是逐工嘛一直拢有新的代志咧发生，嘛一直踮伫遮新的代志咧敲找讲，到底上帝你要带咱行往什么款的方向？这几个月来，其实逐摆无论是办公室咧开会，也是中执会咧开会，一直拢咧看讲，到底疫情是影响到什么款的程度？到什么款的程度啊？尤其这几天中秋的连假，咱只要出门就知影讲，外面四界拢是人。所以外面四界拢是人，早起来的时阵，咱的同工嘛一直咧讨论讲，我说咱即摆是要看中秋了14天，还是要看21天才是安全？所以其实一直咧变化的时阵，
对咱的心内底嘛，一直咧问，上帝啊，要到当时啊，伫即个一直无闲、一直咧想的过程中间嘛，一直咧敲吹，上帝你到底伫即个时代有啥物款重要的意义？所以前几礼拜有几个牧者，逐个人组织咧讨论的时阵，大概拢咧讨论这个代志。现在到底要安怎开放？开放的时阵，搁爱安怎来保持教会环境整个的安全？伫这个讨论的过程中间，拄好拄到一个退休的牧者。这个退休的牧者就开始咧分享讲第一好佳在伊即马无在职啊，已经退休啊。伊退休了，伊就开始咧分享讲，伊嘛咧想，到底伊人生的路，上帝爱伊行啥物？伊就一直咧想，一直咧想。伊讲检采上帝爱我伫即个时阵会当甲恁讲话，这就是一个福气。伫即个时阵，一个退休的牧者甲几啊个在职的牧者会当彼此讨论。伊讲，这个退休的牧师就一直咧分享讲，我一直咧敲吹，就是退休了后，犹原会当成做人的祝福。因为真正当抑搁在职咧工作的时阵，有足侪压力，迄是必然。但是伫即个必然的中间，怎样去体会到，咱犹原是快乐，犹原是幸福，这是重要的。所以看起来，伫即个无闲的世界中间，伫即个充满改变的世界中间，咱犹原无闲，咱犹原有侪侪重担，犹原有侪侪压力。总是咱也共款，一直咧敲吹，到底上帝互咱的幸福会是啥物？顶礼拜咱通过箴言第1章思考，即礼拜咱也通过另外一位踮伫诗篇第1篇来想即项事，到底人生的幸福是啥物？诗篇咱定定讲，如果有人问我讲，牧师我要安怎祈祷的时阵，我会甲侪侪人分享讲，你对诗篇开始吧。到底要安怎学习祈祷？我会鼓励人讲，你对诗篇开始慢慢去想。到底诗人咧对咱讲啥物？诗篇第1篇，就若亲像咱咧看一本册上开始，伊大概拢做一个序言啊，一个开始的介绍。所以诗篇第1篇，若亲像咧带人要拍开一个新的门，要带咱进入一个无共新的世界，伫祈祷中间全新的世界。一开始伊就讲啥物？连续3个。无做啥物？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污慢的人的座位。伊连续用几个卖做遮的，卖做遮的，卖做遮的，带咱去想一项事：义人甲罪人有啥物款无共款的结局？罪人的结局是啥物？歹人到伫上尾啊，伊嘛。后壁对咱讲，伊若亲像啥物？互草坑，互风吹散。伊讲歹人亲像草坑，互风吹散，代表讲伊完全徛袂牢。当面对一切世界的转变，伫面对侪侪无共款声音的时阵，伊完全徛袂牢。这是伊讲歹人所拄着的，互草坑吹散，伫审判的日也徛袂牢。这是歹人的路，所以看起来伫诗篇第1篇伊讲了真清楚，无惊啥物，无做啥物，无做啥物物件，为着后壁的结局是，无歹人会互风吹散，完全徛袂牢。歹的拢讲了，到底怎样要得到生命的路呢？到底怎样要得到幸福？有当时圣经真趣味，头前甲后壁咧讲歹的事，代表重点伫啥物所在？中啊最重要，代表中啊最重要。若是要得到生命的祝福，诗篇第1篇带咱用一个行动甲一个画面来祈祷。一个行动是啥物？咱有看到行动无？行动就是欢喜耶和华的律法。然后安怎？每日三思，每日三思耶和华的律法。每日三思有当时咱咧想的是，所以是我一直喙内底一直读嘛？敢是我一直读安尼就好啊吗？
其实毋是安尼。每日三书摇花的律法是咱咧读上帝的话的时阵，咱感觉什么较重要？人较重要，是上帝的话较重要。上帝的话较重要，所以当伊咧讲每日三书摇花的律法的时阵，诗人咧讲的是摇花的律法，哪亲像人伊咧写钱共款，人写过来，要进日子伫你的头壳内面。所以咱咧读上帝话的时阵，其实咱看起来是咱咧读，但是实际上是上帝的话语，上帝将伊的话语哪亲像一支箭写过来，写入去咱的头壳内面。所以咱是啥物？咱是互伊抓到的。咱是互上帝的话语所抓到的，所以伊咧讲每日三书摇花的律法的时阵，是迄个字写过来，咱是互上帝的话所抓到。所以咱逐工每日三书遮的话语的时阵，遮的话语不断进入到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是咱互伊抓到。无有当时咱会拄着一个问题，就是咱若亲像一直咧念，喙内底一直咧念，一直咧念，这到上尾也变成做啥？咱亲像咧念迄个咒语共款，咱亲像咧念经，一直咧念，但是念这个物件，敢对咱有意义吗？老实讲，并无意义啊！是话语写入去咱的头壳，写入去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体会到话语踮伫咱的生命深处内面，不断影响咱、掠掉咱。所以这是这个行动哦，这是诗人邀请咱的行动。每日三书摇花的律法，过来有行动啊！画面是啥物？画面是啥物？画面，你看到伫圣经内面看到啥物？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未打去，伊所做的一尽亨通啊！所以伊咧教咱讲，祈祷就是爱看一丛树啊，那亲像一丛栽伫溪水边的树啊共款。毋知咱有认真看咱身躯边的树啊无？伫咱咧认真看，有当时咱去看有一寡老树，足大丛的树，你会看到啥物？你会看到树叶啊真济，过来，阁有啥物？你会开始去算讲，伊顶悬有啥物？迄我袂晓讲啊，科纹对吧？有足济迄个纹路，阁有年轮。开始一直咧看即丛树啊，到底咧对人讲啥物？嘛看即丛树啊，即丛树啊会当生做遐大丛，是因为伊的根踩落涂骹，愈踩愈深。咧看即个画面的时阵，伊咧邀请咱讲，叫咱祈祷的时阵，爱去想象即丛树啊。去想象即丛树啊，是上帝话语写入去咱的生命中间，那亲像一个种子共款。咱咧祈祷的时阵，这个根一直下面栽落去，一直根一直延续落去，然后根愈深，枝就安怎？愈大愈开阔，枝叶就哪来哪开展，然后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袂打去，所以当伊有果子、伊有叶的时阵，就有啥物出现啊？鸟仔就会飞来，叶伫伊的叶仔下面，动物嘛会来到伫遮，甚至人嘛会照着接近即丛树啊，通得到福气。所以这个祈祷咧带咱。透过诗篇第一篇咧祈祷的时阵，伊不断咧带咱去想，咱的生命是一步一步哪栽哪深，嘛哪来咱的手哪来哪开阔，哪来哪开阔了后，侪人会当照着咱，通得到福气。咱不断会当问的是，上帝啊，所以我是啥物人啊？我竟然有遮尔大的福分。会当栽伫溪水边，上帝，我竟然有遮尔大的福气，
会当哪徛哪在，甚至愈手愈伸愈快，真侪侪人的祝福。这是一张有生命力的树啊！所以通过诗篇，伊咧带咱不断的想，通过每一山书上帝的话语，也通过咱的生命，成做一张有生命力的树。树啊，愈来愈成做人的祝福。当咱愈来愈成做人的祝福，当拄着考验的时阵，就安怎风来雨来，拢拍袂倒，嘛吹袂散。伊才袂接到讲歹人就是安怎。歹人亲像粗糠，互风吹散，但是义人是真正踩掉，永远踩伫遮，无法袂受到任何影响，会成做正人的祝福。这是幸福的道理啊！这就是诗人咧带咱讲幸福的道理。咱愈在愈徛愈在，伫混乱的世界中间，悠然会当让人见证。上帝的疼要踮伫遮，所以拄着疫情的冲击的时阵，也定心咱咧透过祈祷，咱不断咧想，上帝你爱我做啥物？上帝你要挑战我啥物？这牧者大概拢咧烦恼讲啊，即马教会的状况未来会是怎样？所以人咧讨论讲啊，即马教会要安怎开放？咱教会会当愈开放愈济。到现在，咱差不多内底当有100个人，但是千万毋通袂记，有足侪细间教会拄着困难，因为足侪细间教会拄着啥物挑战？踮伫社区的大楼内面，无法度聚会，因为若是要开放，是厝边隔壁的人会足烦恼的，所以踮伫社区大楼内面无法度开放，啊，有的空间伤过细。虽然会友无济，但是真正空间伤细，算的嘛，差不多10个人都已经拢要满。啊，有的教会踮伫病院的边啊，踮伫病院的边啊，伫社区中间也有济行，所以地教讲看起来开放的时间，敢若会当不断延后，啊，毋知影要安怎行。所以伫逐个人咧讨论这个过程中间的时阵。我看到一个牧师咧思考的是，用2个概念来想现在的教会。到底咱咧看教会也是团体吼，是经营，也是要超出灵魂的意义？到底咱是咧经营一个教会，经营一个团体，也是咧思考的是，咱踮伫教会，踮伫上帝的厅内面，咱会当得到灵魂的意义？这2个有啥物无共款？对经营的角度出发吼，对经营的角度出发是每一个徛伫重要位置的人，包括牧师、包括中职、包括每一个会长，开始咧想的是，我会当抓掉一切的主动，我是主动的人，所以教会团体也是家庭工作是我咧管的，是我咧管的，所以我负责爱招较侪人。我负责爱推广济福音的事工，我负责爱有计划，所以我爱办足济无共款的事工，期待影响身躯边的人，这是经营哦。这是经营的角度咧想，所以就开始想讲啊，我知影，因为人拢会办大，所以只要无遮的物件了后，人就袂阁继续来啊。所以，徛伫经营的角度咧想即件代志的时阵，这有当时嘛是咱人生咧想的。咱对人生的规划是：我抓准我有生命的主动权。我认为我会当掌握我的生命，所以我做计划，我要按算讲我要考啥物学校，我要做啥物头路，我要算讲我1年会当趁偌济，我会当买厝，我会当买车。这是用经营的角度去想这项事。但是，当风吹来，当疫情的风吹来，对咱的生活开始造成真大的无共款的时阵，咱忽然发现，原来我啥物拢无法度掌握，原来我抓袂牢，原来我抓准我有主动权，总是我啥物拢无。所以，徛伫经营的角度来想，
性命的时阵，咱会发现咱拄着真大的冲突。所以这个牧师继续搁思考讲所以他拄仔讲的灵魂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灵魂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啊？伊讲灵魂的意义是一个经过学习，也经过培养出来的一款意识，知影讲生命的主动权在伫上帝的手中。知影讲一切主动权伫上帝的手中，上帝的行动伫咱头前，伫咱还未做啥物的时阵，上帝已经在行动啊！所以上帝一直在行动，对过去到现在，拢是伊讲话，拢是伊讲话。所以我学习，我爱军队，我学习缀咧行。所以虽然看起来人无惊啥物物件，人无做啥物。上帝对过去、现在到伫未来，一直咧做工，一直咧工作，一直咧行动，伊咧邀请咱好好来军队伊。所以经营的问题是，咱会一直想我要做啥物，我会当互做啥物物件，互计划一直照我所想的去行。但是灵魂伊伫所咧想的问题是，上帝踮伫遮，上帝要做啥物？伫我一生中间，我怎样经验上帝的恩典？伫这个团队，伫这个教会，伫这个团契中间，我会当感受到啥物？上帝听的故事一直咧发生。所以当因咧讨论这两项事的时阵，伊才会讲，毋是经营无重要哦，咱犹原有足侪会议爱开，咱犹原有足侪行政的工作爱进行。但是，伊咧邀请咱好好想，用家庭来想现在咱所要拄到的挑战，用家庭的角度来想，咱会当问咱家己，伫家庭中间，咱所注重的是一间厝爱偌大，爱布置了偌水，爱有啥物物件，偌大间，有车库无，还是？来想看卖家庭中间，就算讲无大也好，但是人甲人的关系，父母甲囝儿的关系，朋友甲朋友的关系，到底倒一个才是家庭？咱不断咧讲，教会是一个家庭，但是咱无通片面的是，咱会受到这个世界影响，咱会用经营的角度咧想教会。教会经营了较好势，设备看来阁较好，济运作，事工的运作会哪来哪好，这是经营的角度。但是千万毋通袂记哩，教会阁较重要的是，每一个人会当轻条点伫上帝的手，轻条点伫上帝的手，然后一步一步，咱的生命伫遮感受到，我受到医治啊！我受到上帝的接纳，我会当踮伫遮，甲我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咱好好向前来跑走。毋是经营无重要，但是爱有头前的基础，咱才有法度讲，人做这的事，为着要建立、要起造人的生命。所以诗篇第一篇咧，带咱想这件事。诗篇第一篇的画面甲动作。爱咱想的是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，毋是我感觉我咧读上帝的话，是当我每一摆读上帝的话的时阵，是上帝的话那亲像一支箭射入去咱家己的生命中间，我感受到，我受到，互伊插着，互伊拍着，也感受到上帝这句话真正咧提醒我。每一日三思，每一日拢去体会上帝话，今仔要对我讲啥物。也哪亲像这个经济一直种落来了后，一丛树仔栽伫溪水边，渐渐愈来愈大丛，结果子，枝叶哪来愈无生？会当有飞鸟来歇伫伊的荫下，会当有动物来踮伫下面。通得到饱足，这丛树啊，慢慢要哪来哪得到开阔。若是安尼，
这需要什么？这需要时间，这需要时间。这一张树啊，毋是今仔日咱种落，明仔载就看到伊会当大长。这张树啊是慢慢一步一步，因为上帝的勇气，哪来哪得到大长。所以这个祈祷话是啥物？当咱用诗篇第一篇咧祈祷的时，咱会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将你的话语，哪亲像经济共款，不断压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栽种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互阮会当一日一日，这个根哪来哪亲，这个枝哪来哪开阔，会当不断结果子，会当不断成做人的祝福。虽然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虽然伫这个看起来充满压力的时代，咱犹原感受到我的生命有福气，我是幸福的，我会当超找到这条幸福的道路，也帮助我，互我莫亲像内面所讲的歹人共款，互风吹散。无根的人，风一来就风吹散，找袂到伊到底生命重要的价值是啥物。所以每一间教会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咱受到什么款的挑战，有的人会当聚会啊，有的人犹原受到限制，有的教会无法度聚会，干来当透过线顶的方式。无论咱踮伫什么款的所在，咱拢是受到上帝的话语所唤起的人。咱是互上帝的话语所唤起的人。那亲像顶礼拜所讲的，智慧咧呼叫。共款上帝的话语不断地呼叫咱，无论拄着什么挑战，咱犹原踮伫遮，咱犹原拿一丛树啊，愈栽愈深，愈徛愈栽，愈会当成做众人的祝福。这就是咱的生命，这就是咱的生命。互咱拄着侪挑战，虽然犹原有重担。犹原有侪生活压力，总是踮伫遮，咱体会到我是幸福的，我是快乐的。逐日有上帝的话语进入我的心，我就得到生命真实的快乐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个诗，这个诗安尼讲，我问幸福是啥物？上帝讲，你去，徛咧，听咧。看咧，迷失的家己，不断，你拍唔到，这是上礼拜的。我的双脚那树根不断往下面咧蔓延，愈栽愈深。我的双手那树枝往外面开展，哪天哪开。我的身体哪树干哪来哪徛好在，风一阵阵咧吹，雨一片片咧拍，拢无法度撼动一点啊！扑通扑通，果子落落来，飞鸟来食，走兽来捡，生命一直踮伫遮。原来枝叶开展。照时结果子，叶未凋谢，幸福的路一直踮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所以透过这个祈祷，咱的脚哪筋愈来愈深，咱的手会当愈来愈开展，咱的身体哪徛哪在，互这生命，互这万物的生命，大自然照着咱的生命。得到福气，互咱身躯边的人也憔悴，因为咱踮伫这个看起来动摇的世界，咱犹原徛得牢，互咱照着接近咱，就得到生命真实的幸福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愿感谢你的听，因为你的听超越过一切。虽然踮伫这个看起来混乱动摇的时代，你想赐予阮你的话语，
哪亲像钱一样不断写入阮的性命，哪知哪亲，互阮正做即丛溪边的树，阮的根愈栽愈深，阮的手会当愈来愈得到天开，阮的身体哪徛哪在，互济济人照着阮，通得到福气，也祝福每一个软弱的人，每一个受着压力的人。到迄时，阮才发现，原来阮已经得到生命的幸福，阮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愿你透过诗篇帮助阮，好好祈祷，也通过诗篇好好想象上帝，你要成做阮的快乐，成做阮的帮助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做用信息196首，无行歹人道路来回应今日的信息吼。这第三节这个所在，请咱注意一下，这第三句吼，咱的迄个信息是讲，互伊死后上到天堂。啊，咱看咱 PPT 拍出来，咱会甲改做死后上到天顶家乡吼。请咱大家注意第三节第三句。奉献，咱在座兄弟，咱要奉献后壁一个奉献箱，咱直接落入去迄个奉献箱内底吼。啊是伫周间，咱起来办公室吼，干事登记吼，啊恁来写名，无当做邮寄奉献，啊是讲用伊个邮局的这个画布吼，这号码伫遮，家己看吼，啊家己画布，啊若是啥物人要奉献的，都要写好，啊无就当做邮寄来奉献吼。好，下面报告咱请牧师。好，当有几项事由员照安尼来报告吼。啊，咱若是有想要来到伫大礼拜堂中间做礼拜，咱两场礼拜的时间也由员共款。啊，咱有通过防疫计划吼，所以咱上悬拢会当到99人，所以嘛邀请点伫头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如果你有想要来到伫教会，原则上
第一场甲第二场的礼拜，还阁有空间会当互咱做伙来参与。拜三的巴克利圣经学堂邀请咱会当做伙通过上帝的话语来学习。过来，若是要来到教会吼，咱教会即马有装迄个电铃吼，所以伫我的倒手边的条遐有迄个电铃吼，所以你若饲迄个电铃，办公室遮就会当听会到，所以免阁摕手机踮伫门口遐来拍电话吼。我过来要甲大家介绍，就是咱年底有一个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，要伫年底来出版吼。所以对于即马开始一直到10月24号吼，办公室会协助咱台定吼，伊有青色的迄个印面的这个版本，嘛有迄个乌较皮乌色的吼，迄个定价无共款，即马拢是特价吼，所以特价是650加1100吼。原则上明年1月份就会恢复伊原本的定价，所以嘛鼓励咱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当踊跃来购买，因为台语的翻译真正是足困难的事啊。台语咱现在咧读的这个台语汉字本已经是两百100年前所翻译出来的台语，所以侪牧师甲学者用足长的时间来做台语圣经的翻译，所以嘛鼓励咱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共同来购买。后礼拜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嘛，搁一摆邀请咱，因为对疫情了后，其实对侪咱教会的机构，无论是新学院还是圣经学院公报社，所有募款的单位拢受到真大的冲击，所以对于渐渐恢复了后，咱嘛开始有几啊位的单位伫未来几个月中间，新学院甲圣经学院会来募款，所以嘛，请咱共同来关心。侪咱属下的机构，互因踮一切事工通得到顺遂。后礼拜我需要到伫东部去服侍，东美中会邀请我去担任中职训练。后礼拜我主日伫花莲信义教会讲道。阮义杰传道要奉牧，迄是佳琪的哥哥，我较早踮伫新港团队服侍的传道，所以我会去参与。伊也邀请我踮伫主日礼拜中间免礼服。这是咱教会今年要升级的名单，升级的影片拢放伫网络顶面，所以你若是有想要看，欢迎你踮伫网络顶面会当来看咱升级礼拜的画面吼。过来咱儿童营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毋敢逐礼拜办，所以只好1个月办一摆，所以若是有意愿家长想要参与的吼，这是海报，所以在线上的。伫线顶下，咱的家长你扫迄个 QR code 就看会到报名表。好，所以以上安尼的报告，也今仔日真欢喜，愈来愈侪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到伫咱中间，咱侪人嘛真久无看，等下礼拜煞以后，咱会当有社交距离的亲安吼，有社交距离的三亲安。好，咱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，咱来吟圣诗399首，愿主。祝福保护你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的公平救你，也因主的关怀你。愿主上帝的常常看顾你，守护你平安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踮伫你心内，成做人的祝福，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